一個成功嘅律師，我覺得係除咗知道 what the law is 之外咧，更加能夠諗到 what the law should be。4年嘅 LLB 裏邊咧，我參加咗3年嘅模擬法庭比賽啦。咁我第一個參加嘅比賽咧就係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Competition Law Moot。今年我哋中文大學第一年參加呢個比賽咧，好成功咁樣就成為12強，跟住再成為8強。第二個模擬法庭比賽咧就係 FI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aw Moot。咁呢個係全球第2大嘅模擬法庭比賽，380間大學裏邊咧攞到第20名嘅。我好榮幸咁樣第2年咧成為一個教練啦。其實學到2樣好重要嘅嘢啦。第一樣咧就係 teamwork， 更加重要嘅咧，我覺得係有一個批判嘅思考能力。所以如果我哋可以睇到呢個法律嘅漏洞，提出啲改革，可以填補咗佢，對於一個律師嚟講，我覺得呢個係最有意義嘅地方。希望可以改善到社會，希望可以為人民帶來福祉。